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吼。咱欢迎大家来参加咱今仔日吼，咱台文博览会活动吼。咱今仔日的活动呢，是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这台文作家系列讲座一个月一场吼。咱今仔日的讲者，咱肖平志肖老师，还有咱的武达人下米，嘛拢已经伫线顶啊吼。伫活动要正式开始进前吼，我先甲大家分享小解咱台文博览会是咧变啥梦吼？好咱台文博览会吼，咱除了今仔日这场讲座吼，咱逐个月阁有办不止啊侪咱这台语的活动吼。除了咱全台语的讲座，阁有咱台语文的课程，阁有咱台语的开讲会，阁有线顶的这个台文读册会。咱大多数的活动拢是线顶的，所以咱无分讲住伫台湾还是海外，住伫各所在的朋友吼。拢非常欢迎吼，咱时间到吼，就会使来参加咱线顶的活动吼，咱这无受区域的限制吼。大家伫咧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也是 YouTube 频道，搜寻这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阮遮相关的活动资讯。也是讲咱遮有一个 QR code 吼，扫落去吼，嘛会使看到咱遮相关的活动吼。好，安尼接续吼，甲大家放送看咱这个月活动吼，偌精彩咧。好，咱这章拄啊结束吼，咱即马现主时吼，每两个月吼有一道吼，听话有一道吼，第3个拜六吼，即个台语开讲会，这主要吼就是线顶甲各位朋友吼，就是熟悉无熟悉的朋友，就一个台语的环境伫线顶开讲报道吼。做伙听一寡趣味的故事，也是讲用台语讲世事，讲一寡专业。咱这逐个月第3个拜六，毋是逐个月是咱即马目前是2个月一道吼。咱这个听话第3个拜六吼，这个拢伫线顶吼，会甲大家这个见面吼。咱这若基本上吼，你若听台语的吼，拢还是讲想要有浸伫这个台语环境的吼，拢是真非常适合来参加吼。毋管是你要来讲。要来听，拢非常欢迎吼。这是咱这个听话第3个拜六的这个活动，叫做台语开讲会，这台语过生活。若有趣味的吼，这个顶悬的 QR code 嘛会使扫落去吼，就会当报名吼。过来吼，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办理的讲座咧，咱至少有2场吼，一场就是咱今仔日的讲座5月10日，今仔日的讲座吼，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这系列的讲座咧，是咱甲这个高雄文学馆所联合办理的吼。咱这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其实吼，咱这已经办理可能超过4档啊吼。咱英过是咧讲这个台语文学的主题吼，台语文学这2档吼，咱较迄个注重是这个小解这个咱台文迄个重要的作家，台文重要的作家。咱今年呢，吼，咱顶半年度吼，咱小解的这个萧平志先生吼，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是这个台湾俗语升咸甜吼，咸酸甜台湾俗语咸酸甜。咱等下吼，就把时间留互咱的萧立先生。好，咱除了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阁有这个台文家诗面的讲座。台文家诗面的讲座，咱这台文家诗面的讲座主要吼，咱就是小解这个咱台语的书籍法，阁有这个拍台语的书典，所以咱咱逐个月一场会分别小解书典，小解这个书籍法，小解书典，小解书籍法。咱还有一场吼，时间真拄好吼，就是明仔载，咱即马明仔也有诶，明仔也有诶吼，无济哦。进来大家若有趣味吼，明仔载8点吼，进来报名吼，明仔载8点。这咱无罗马字基础的朋友吼，拢非常欢迎会使来了解吼，了解要安怎用这个用手机装这个数字法来拍这个台语。咱这个总铺师吼，台文家诗面的总铺师，就是咱这个拍台语数字法，搁找台语这个书店的这个创办人吴和美先生吼，伊要亲自来甲咱分享吼，咱要安怎用这个拍台语数字法吼。这明仔载吼，明仔载伫迄个共款伫线顶若有趣味吼，咱非常欢迎各位会当来报名。好，咱拄则有讲到吼，咱今年的顶半年度是要来小解咱萧平志先生。咱即届
是5月吼，5月咱要来讲即个小辣的先生吼，即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即个台湾俗语咸酸甜吼。啊，咱进前吼，也若是讲毋捌来参加过，也是讲话场次无听到的，大家免紧张吼，咱伫咧线顶吼，咱即马伫咧YouTube 咱的频道吼，啊，遮咱讲过的主题嘛拢有录影，所以咱伫咧咱YouTube 频道顶悬吼，嘛拢会使去看到遮过去的即个过去讲过的即个主题吼。啊，所以若有趣味的朋友吼，咱 YouTube 甲找即个台湾博览会，台湾博览会就会使看到咱过去几场的即个讲座。嘿啊，即届咱5月吼，5月是即个台湾俗语咸酸甜的主题。啊，咱今年吼小平第三生吼，顶半年度咱要小解小平第三生。啊，咱下半年度吼先有个吼，咱要小解咱嘛是咱台文作家吼。一位较少年型的少年型的这个作者是杜信良先生啊，所以今年的下半年吼，下半年度7月还提过吼，还小解咱信良兄吼，杜信良先生吼。好等下甲时间会到两位吼。好啊，这是拄则有嘛有讲到吼，就是咱迄个假死面的台湾假死面的讲座，咱即个讲座吼，逐个月一场吼，啊，客月第3个拜一，咱小解是拍台语书日8。啊，客月第3个拜一，咱小解是找台语书典吼。啊，所以你若对书日法要安怎使用，也是讲要安怎敲找书典吼，咱拢非常欢迎吼，会当来咱台湾博览会遮报名来咱遮报名吼。啊，这明仔载吼，明仔载即场吼，暗时8点准时会起讲吼。啊，所以要未报名的吼，紧来吼，按 QR code 吼，啊扫落去就会当报名吼。好，咱协会活动吼，除了讲座啊，佮有即个开讲会以外吼，咱逐个月吼也有办理即个读册会。啊，咱这读册会是有2种吼，有2款。头一款吼是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啊，咱咧读的吼是汉字、罗马字、透南的作品吼。这部分吼咱即摆咧读是迄个陈明林的即个台语文学选，陈明林的台语文学选。啊，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啊，暗时8点到10点，这是汉乐的作品，咱陈明林台语文学选。啊，另外咱嘛有逐礼拜三吼，逐礼拜三咱台语吼听讲读写拢捌学过吼，啊，白话字、罗马字嘛真熟手的吼，咱非常欢迎会使来报即个找台语读册会找台语读册会。阮即摆现主持咧读的是即个台语白话字的本体白话字的本体好，啊，若有趣味吼，咱读册会吼，这嘛拢线顶的，咱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加入阮读册会即个 club 的团队吼。啊，过来是咱即个认证加强班吼，咱已经起过啊吼。咱这全面台语认证加强班主要是针对即个现代的全面台语认证吼。啊，这咱已经早期报名，啊，毋过免紧张吼，咱一档拢有2摆吼，拢有2摆即个迄个全面台语认证的加强班。所以若是讲有趣味吼，要参加即个现代全面台语认证的吼，咱拢会使个继续follow咱的资讯吼，拢会使继续咱。follow咱迄个台湾博览会资讯，咱基本上吼，伫咧现代台语认证要开始进前吼，差不多2个月、3个月期间吼，咱拢会开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加强班。所以若有趣味要知影要安怎考试的，若是讲迄个要准备现代全面台语认证的吼，咱拢非常来欢迎报名即个班。除了即个班以外吼，咱嘛有即个罗马字基础班，啊，有进阶班，罗马字的基础班，有进阶班。啊，咱即马目前嘛拢还搁咧上课啊，所以迄个接线咱要搁开的资讯吼，嘛拢会使针对咱的迄个台湾博览会吼，咱社交媒体平台找咱台湾博览会，拢会使找到遮相关的资讯吼。好，除了咱协会主办的活动以外吼，咱搁有即个咱的友社吼，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吼，嘛办理即个真侪读册会吼。真侪这线顶的读册会所以吼，咱即马若有想要去找即个台语讲台语的即个环境还是资源吼，其实吼，咱线顶有侪资源吼，免惊找无所在吼。你看，敢若咱即个老台语瑞士台语社读册会，就办理5个安尼，办理5个安尼。除了拄则咱协会嘛有办的即个陈明林台语文学读册会以外，还有即个单类读册会。
搁有念歌读册会、俗语读册会、绘本读册会，所以若有趣味吼，会使伫咧咱Facebook 吼，敲找即个唠台语、碎碎台语社吼，会使来报名嘿，做伙来线顶读台语册。典管讲到的活动呢，典管讲到的活动吼，咱拢会使伫遮找到，除了伫社交媒体平台吼，咱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咱即个 QR code 扫落去吼，这是咱所有活动的总表拢伫遮，咱拄则讲到的活动，还是讲咱协会做过的代志，咱拢伫遮会使找到，包括讲咱迄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咱前4个月若有想要看，还是英国的即个台语文学系列讲座，若有想要若无对着，想要去看吼，嘛拢非常欢迎吼，咱伫遮拢会使找到相关的活动资讯。好，安尼咱我遮小概差不多就先到遮吼，安尼咱接线吼，就甲时间交互咱那里先呢，搁有咱今仔即个武丹人即个吴希美吼，希美先生吼。好，安尼我甲时间交互两位。多谢指定，来平安吼，咱各位即个文学讲座吼，咱点满档的迄个文学讲座吼，真荣幸吼，邀请到小垃圾先生吼，垃圾先生甲大家开始一节，好吧？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平安。咱今日吼真欢喜吼，过来小解垃圾先的作品吼。咱顶2届吼，就是伫迄个3月甲4月的讲座吼，小解即个做茶人博物馆吼，内底资料实在有够精彩吼。所以咱2届的时间吼，敢若会当简单甲大家吼讲头一章吼，即个做茶人的产能技术吼，其他的内容还请大家继续去家己读看卖若今仔日吼，咱搁要来小解迄个小垃圾先生的作品咱若要看其他的作品就是即个做茶人博物馆倒手边遮有一个萧平利先生的作品集即个所在你若甲点落了就有看到遮的著作咱顶下嘛有甲大家讲过咱搁小看者伫即个所在就是即马已经有出版的几本册做茶人博物馆台湾俗语兼算店第1册、第2册、第3册，甲兴我台湾照名这拢是放伫线顶的电子册所以咱就是共款甲做茶人博物馆，有当直接点即个线顶的网站起来看。其他2本台湾俗语兼算店第4册，甲垃圾新世甲亲人拢伫前卫出版社，即马伫迄个册店，还是网络的册店拢买会到大家当家己去买来读看卖。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台湾俗语兼算店大家有看到即本即套册已经出到第4本啦。所以内底内容其实真侪即个俗语我想大家若学台语应该定定拢会听到台湾人咧讲话拢有真侪足趣味，也是讲迄个甲英国一寡生活有相关的一寡俗语话可能有些人听到毋知影迄是啥物意思，特别是迄个俗语拢甲生活环境有真大的关系俗语拢甲即个英国台湾的农村社会真大的关系，所以你若对农村社会无介清楚的，就是使搁倒转来看咱即个做茶人博物馆咱刷来就要请咱先来小解即个台湾俗语兼算店即几本册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内容咧咱来先为即个头一本第1册为遮来看咱就先请咱先简单小解即套册内底内容到底是咧写啥货搁有一本册当初是出版到搭即个过程。多谢。台湾俗语兼算店甲目前是拢总出有4册第1册、第2册、第3册是由
财团法人蒋法官大考由文教基金会甲我出版的，出版已经拢超过20年啊。第4册是由建伟出版社出版的，这内底有连到伊的出册所在去安尼吼，所以内底拢总合起来拢总有650篇，这650篇内底，是李兴昌教授先写50篇，后壁的600篇，则是萧平治本人所写的。真感谢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甲咱去做这个座谈啊，发布馆甲这个台湾小纪兼2年这个网站公开大家趣味的人关心的人来遮参观感谢嘛，请大家多多来利用这个网站做了非常的好除了我的内容我家己补家己较袂臭错安尼但是内底网站去做了非常。就是要参观要看字足大字的恁若把做讲有要介绍别人看连起来看，种足方便的我先介绍到这。好，多谢这册内底内容真侪拄则有听到有650篇所以大家会使来豆豆来看内底的内容。等下嘛，先请咱日先来小解这个册内底这个出版的过程佮有一寡需要感谢的对象来请咱日先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上感谢的当然是李兴昌教授我会写台湾小纪兼2年应该就是李兴昌教授甲我牵线的。伫1996年的时阵迄阵我大概1992年、93年开始投入这个台语文创作台语文学习啦。迄阵也无讲到创作台语文学习了后伫这个1996年我去参加一个赖和文教基金会的营队伫遐头一遍听清华大学的教授李兴昌专程用台语甲阮上课我听一个足感动的，哪有人安尼专程拢用台语有在上课安尼我听甲耳仔拍足趣味安尼了后这个过程足趣味的啦迄阵我对罗马字方面大概学了差不多，我感觉讲差不多袂歹啦迄个时阵李兴昌教授的罗马字嘛是拄开始咧学尔所以伫迄个时阵伊的罗马字要较无我遐专业，所以我伫伊的这个讲义内底看到伊写赖和伊的作品的时阵有发现讲内底的用字啦尤其是罗马字的部分我看了感觉讲实在无彩台语讲到遮厉害内底用文字来表达的时阵煞感觉讲无啥真到达呢迄是用我家己个人的感觉所以我到尾等下了后真加步甲迄个来内容我甲掠我落写了后，我甲写一张批去这个清华大学互伊我就甲讲讲迄个台语讲了足好诶内底文字应该是啥物我甲建议迄阵实在感觉讲足大胆诶一个小学老师教直接写批迄大教授结果这张批寄去足久拢无甲回批啦。我就想有影我可能家己想过大面神的款无去经过那毋了经过2个月3个月了后
忽然间伊写批来互我，一直甲我回歹势，一直回失礼，到尾伊就是甲我讲，迄年伊拄学校休假啦，无转去清华大学，批假咧吼，嘛无人甲转互伊，所以想着足歹势，到尾阮两个就怎呢？熟悉，怎熟悉了后，再伫1997年，迄阵真侪教授，真侪即个作家就开始咧学迄个写方片字就是写网页啦写网站足侪作家写会晓写拢逐个拢颠簸安尼，拢讲我我作字对时代对会着安尼，所以伫1997年李教授伊就设一个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室，设一个方片字就开业。迄阵写这篇的时阵伊就讲无甲你骗，我用5分钟尔我都会晓安尼颠簸安尼当然是表示非常欢喜安尼啦伫迄个这个方片字内底开始用汉罗写台湾俗语兼两字底下写这个台湾俗语兼两字迄阵我伫迄阵就我已经有加入一个做专门咧研究罗马字的一个做台语网内底已经有解熟悉所以我知影佢有写这个兼成字伫这个网站内底我就到尾我就入去看看到足趣味的讲我当时台湾的俗语用听用安尼写看到足正拢当用台语写，感觉足欢喜安尼我嘛足家暴的甲伊每一篇打出来的文章我就甲看咧，我甲较嫌就嫌伊的罗马字写了无有的所在也无啥正确安尼我就伫网络内底我就用 email 就甲联络，我就甲讲你到迄个罗马字应该安怎才对无想过讲伊无去严啦无讲像一个小学老师教我意见安尼足欢喜的就两个变做成做足好的一个金马字的一个台文的朋友啦后来伊牵线伊就伫迄个网站内底伊拢直写就看打起嚟了后尾大家成做好朋友了后伊就叫我来写呢迄阵咧叫我来写我毋敢写啦伊讲无要紧你做你写我找题目互你写你写然寄来我若看会使我就甲你答起你到尾容易要甲变做讲要甲牵线所以我就去看捌咧我就第一篇就甲写起嚟写来甲寄 email 互伊无预告讲后礼拜讲真正牵出来感觉有惊一跳我的文章会当伫网络内底牵出来互人看咧到尾经过写几遍了后伊可能看我安尼写了还算袂歹安尼款就讲甲我讲咱即摆开始咱来合作你一日签我一日签咱轮流来写安尼安尼互伊讲一个较地方2日要写1点迄工作压力足大到尾我想好甲试看觅咧无预过真正就激头脑落去伊找题目找迄个俗语的题目互我写我就激头脑去找资料头壳都往想就写就寄互结果有影2日就看一篇我的2日就看一篇我的尾讲甲怪咧怪讲与其他工作足无用的即间柑仔店规气互我顾安尼啦兼两天柑仔店规气互我顾就当放互我写就对了迄阵已经写50篇所以我到尾就真正甲答应我就开始写迄段时间真正尾阮太太甲讲讲迄段时间你实在要食饭无先咧食饭困嘛无先咧困拢头壳毋知咧想啥我讲迄阵我头壳拢摸咧烧拢
哦，就是一签的咸酸甜吼，啊，我拢爱思考，毋着要哪写要哪写呢？啊，所以无意外吼，伫250工的中间，我写出250签出来吼，啊，后来吼，这250签吼，啊，我伫咧东吴吼，师范学校东吴，伫迄个中原大学法商学院内底咧做教授。迄阵啊，像伊伫遐做系主任嘛，是，还是做已经先做校长哦。啊，伊写批来互我，伊知影讲我咧做这个工课，写批来互我，寄一份迄个比赛，迄个公文来互我，讲教育部咧评选这个台文作家的迄个，啊，看讲，我就寄互李永清教授，讲恁若学生好啊，即听啊叫去投稿安尼吼，啊，李永清教授甲讲，啊，你已经写250篇嘛，啊，你甲清，你去来，你去甲投稿啊，无要紧啦，哦，啊，结果互伊鼓励了，甲对我真是，迄250篇，我整理一遍了后，一年咧，真正都甲摕去参选啊咧吼，啊，无意外吼，1998年吼。啊，这个台湾俗语咸酸甜250串，吼，迄阵无讲写签啦，吼，迄阵用串啦，吼，啊，得到教育部，迄阵叫做汉语方言著作奖啊，得到佳作，迄回那像啊特选特优无，那就得咧有头奖啦，有一个头奖，啊，剩的拢佳作，我佳作吼5万块呢，哦，得到吼啊，足欢喜的吼。啊，这个台湾俗语咸酸甜250篇的得奖哦，嘛是我小平弟吼为参选台语文比赛啊，唯一的一摆啦吼，啊一摆就得奖啊吼，所以我的得奖率吼是应该是100%啦吼。啊，迄阵哦我啊学校吼，甲这个奖状摕互我的时阵吼，啊我甲老师吼报告吼。啊，报告讲我参加啥得奖啊，得迄个叫做佳作啊，老师哦啊，听到佳作吼啊，大家也无感觉稀奇啊吼，啊，我特别甲讲佳作吼，这拢迄年吼，这2、3、4个才得的尔吼，啊，我奖金5万块呢，哦，遐老师哦，大家目睭金光小平弟老师有法度通啊参加这个比赛。得到教育部的啊5万块的奖品吼，迄是奖金。啊，所以安尼我了后我就足认真来写呢吼。啊，250篇写煞了后，啊，我就嘛是佫继续写。啊，迄阵继续写了后，就大概拢啊继续交李教授放伫个网站安尼嘿。好，我暂时讲到这。啊，过来那就要再过来吼，就是这250篇着想了后，啊，我当然我就要咧佫继续写啦吼，啊，后来阮遮有一个叫做赖可柔基金会吼。啊，这赖可柔基金会董事长叫做赖宪平，是阮田中人吼，阮田中遐人吼。啊，伊因为感谢因老母甲伊栽培安尼吼，啊，伊足有效的，所以设立这个彰化县啊赖可柔文教基金会，啊，主要咧鼓励学生囡仔吼，啊，叫因做文比赛吼，啊，每年拢有一寡啊提供一寡奖金安尼互因吼。啊，迄阵一个校长吼叫赖宗宝校长吼。啊，做伊个咧甲换啊，赖宗宝校长伊有写一本叫做《赤下年代》，啊，我有听人讲哦，迄赖校长哦写《赤下年代》吼，啊，听用台语读吼，啊，内底吼拢讲这个庄下人啊，过去无穿的迄个年代内底故事，啊，我感觉讲有趣味，想要来甲看，啊，结果咧找无。毋知要哪去透露着啦吼，啊，到尾透过我一个学生吼，啊，我咧甲讲，
无去我学生就是迄个罗当时定为表诶吼，伊煞甲讲我阮老师吼要爱你这本册啊，结果迄个罗当诶吼，有一工啊，亲身吼，早一本诶册来互我呢，甲讲，我出这册吼，就是要送人看诶吼，肖老师既然遮有趣味，所以我亲身送过来互你看啦吼。到尾咧问我讲，你是到底拢咧做啥物啊啦吼？我才来甲讲，我这几年我拢咧写台湾小记咸酸甜啦。伊咧甲讲，啥物叫做台湾小记咸酸甜啦？我就电脑拍开吼，经三篇文章我读互伊听啦。伊当然看无啦吼，伊台语文伊看无。我电脑拍开这个档案吼，我看来内容我一句念互伊听呢，念3篇互伊听尔。伊是甲讲，谢老师，你这物件，我甲你出册。我欢喜一个，我当然嘛好啊，嘛无甲伊讲，迄阵咧出册有人要甲人出册就好，我嘛无咧甲伊讲，出册要安怎出？你要安怎互我啥物股费咋吼？拢无咧讲这个啦，就是有人要甲人出册，咱足欢喜诶。无为个安尼吼，第一本出来了后吼，刷咧小连刷，帮忙出3本啊，伫1999年甲2000连续出3册，迄阵我已经有准备3册诶资料啊呢，这是当然一种诶缘分啦吼，伊就是拄好碰到伊有疼惜咱这个台湾本土诶物件吼，所以我嘛有写这物件，所以就有这个机缘介绍使才会当甲咱出这物件安尼吼。这是这个出册诶结果啦吼。过来就是感谢出册了后吼，过来我爱感谢台中教育大学诶台文系主任杨文仁教授啦。苏当时杨文仁教授嘛是伫清华大学吼，伊嘛是台文工作者啦吼，毋是工作者呐，是台语文诶运动者吼，我嘛是伫迄个叫做台语网内底熟识诶吼，较少年，迄阵伊伫网站抛出来一寡物件，我嘛都拢咧甲看咧吼，到尾台语网大家有熟识了后，伊知影我有写这物件，伊就讲安怎要甲我这个俗语这3本内底诶俗语咸酸甜吼，要甲放伫伊诶迄个网站内底安尼吼，所以伫台约吼，会记得讲是2002年啦吼，伊就甲这个550篇台湾俗语咸酸甜挂点伊诶白话字台语文诶网站吼，挂伫遐，我会记超过20档，这个网站目前已经关起来，关起来，可能以后有人会搁继续搁甲处理的款啦吼，迄个挂伫台语文，因为我开始写的时阵吼，我开始写台语文的时阵，用手写稿的吼，有大概差不多2年啦。2年后我就会晓电脑吼，所以我的台语文作品吼，我大概就1994年的尾楼吼，用倒数学台语文书写嘛吼，就1995年就伫咧四汤出来的时阵，我就全部拢用输入法，台语输入法写的电子档案，所以这550篇的文章哦，拢是电子档案，所以会当互杨文仁教授甲我挂点迄个白话字台语文面顶安尼吼，迄个台语文的这个网站嘛做得足好的吼，拢内底本身内底通我敲出吼，我会记得吼，迄阵安尼20档吼，去看的吼，足济。因为迄个
内底每日上网去看的人，啊是讲每一签的俗语咸汤猪啊有去看过的，哦，拢已经有超过10000以上啊，哦啊，迄个参观的人吼，应该迄阵时拢超得属于台文系，因为迄阵了开始就是国学校拢有设个台文系，啊甲台文所安尼吼，啊有真可能啦吼，啊拢是遐教授吼，啊介绍伊学生入去参观的吼，多数应该是安尼啦，啊嘛有真侪外国人来参观的吼，啊。这个俗语咸汤猪伫迄个网站内底会当挑出，亲像讲迄阵吼要挑出讲甲狗有关的俗语，你若拍一字狗，哦，我有写过甲狗有关的5、6签的俗语，伊就随拢走出来吼，啊，真方便。啊，搁在尾啊，伊教授有教我讲，上好吼，俗语本身迄个题目吼，上好是有录音安尼啦，吼，互人知影迄个俗语要安怎读干呢？啊，所以我迄阵我嘛就550签吼，我亲身家己录音，啊，搁再甲伊迄个要甲迄个录音吼放起去，袂哩用汉语人写，一定拢爱用罗马字，所以我用罗马字写，啊，搁再录音放起去，所以迄阵吼内底迄个台语。迄个俗语的本身，拢会当听到我发声音安尼吼啊。所以讲，这个吼对咱这个台语的帮助吼，应该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我看了我嘛家己感觉真欢喜安尼吼。后来个刷的吼啊。大概在2022年啦，哦，大概2年前，2年前呀，2年前还是2、3年前吼，时阵吼，这个啉水浴场路吼，啊，伊甲我算嘛是真好的朋友吼，啊，伊为台语文吼嘛贡献足济哦，心血吼，啊，佮伊真厉害。哦，啊，做真侪工课吼，啊，伊嘛感觉讲我台湾俗语咸汤猪，实在有一个有真正价值的所在吼，所以是当时甲我讲，你遮个俗语咸汤猪吼，650签吼，啊，伊想要准备，想要甲我做一个网站吼。亲像迄台日大书店安尼，会当用罗马字落去敲吹，哦，会当用汉字啊，罗马字都反对，会当吼伫网络内底敲吹，哦啊，伊需要找几个志工来斗骹手安尼，啊，伊到尾又找着3个志工吼，啊，叫我甲。这3本已经伫我手中，我基金会甲我出的这3本的纸本，叫我寄互因，拜托因为纸本落去参考吼啊，定过受经内底用字甲罗马字的部分吼，拢甲改做电子档案安尼吼啊，这3个就是杨建良先生伊做过督学吼。蔡一平先生甲黄炳文这三位的友情吼一人校对一本的款，因毋知影分配，即我毋知影，就一人校对一本安尼吼重新校对做电子版安尼讲起来费了真大的精神吼非常感谢尾吼。因为林长老要做这个网站内底，那就需要
全罗马字的俗语兼两字。哦，这有影较是较大工事啦吼，毋是校对尔，拢要甲改做罗马字的哦，所以目前的进度啥物情我是毋知吼，但是吼尾啊蔡文先生吼伊有甲讲，无咱家己先来做网站，甲即个兼两字甲困起哩安尼，吼，我要甲帮忙做。所以到尾吼，有甲因即三个叶建良、爱王冰芬，甲伊本身整理即三本册，各一摆统一整合共同的用字拢甲整合一遍安尼吼搁再吼伫咧整合的中间吼拢有甲我联络吼改了好歹吼，拢有经过我同意吼确定了后，完成一个新的版本安尼啦吼，了后尾吼，这三本内底新的版本吼，再感谢这个打狗台语文促进协会吼，再去这个网站，就甲这个上网啊啦，非常感谢。而尾打狗台语文促进会吼。甲这个台湾俗语兼两字1、2、3册，拢总550篇去做网站，就公开互大家来参观来看呢。伊嘛我先煞甲这个前卫出版的第4册嘛，甲伊的网站嘛挂伫网站做介绍安尼吼。希望讲大家若对第4册有趣味吼，听去甲交关安尼啦吼。因为这是属于前卫出版社的。搁刷咧吼。差不多到遮，大概讲的5分，对啦。安尼咱多谢那你先吼，甲咱小解即个册迄个过程啊吼，这确实真无简单。为头起先吼，遐早前吼，几十当前吼，就已经有咧写台文过来就是讲有法度甲即个咱台湾话的一寡智慧吼，甲写落来。我家己感觉即个咱即先的即个台湾俗语兼生篇吼，我感觉有一层较无共的所在啦，就是因为咱知影即个俗语吼，可能真济吼是甲英国的即个社会有关系，毋过内底所写的真济观念吼，嘛甲英国吼迄个社会价值观嘛真有关系。毋过英国迄个社会价值观甲现主时的价值观吼，有真济可能无共去啊。这咱日先吼，内底拢有甲即部分吼去定解说吼，用较下现代观点吼去解说即个俗语吼，我感觉即点是甲其他的迄个俗语的相关的资料吼较无共的所在。再来就是即个册内底吼，内底拢有甲即个散文一篇吼，会当哪看，会搁较了解即个俗语迄个。要讲的什么款的情景，还是讲有一个迄个有通甲你解说讲即个俗语要安怎用较下迄个情景，这是真济可能迄种有整理俗语的册吼，较欠的所在。有诶可能干那记俗语无解说，有诶可能有简单的解说，毋过无讲甲足详细吼，就是内底可能迄个词吼。有一寡嘛无真确定讲迄个，因为迄个社会情景已经无共去吼，可能有真济农村社会迄种情景，是讲物件，是讲习惯等等，这咱已经拢真无共，现代社会拢真无共去所以有诶事其实你无确定讲迄到底是啥物意思。所以即个即几本台湾俗语兼生篇吼有。真侪资料吼，会使大家做伙来
欣赏者吼，看这内底有啥物款的作品。啊，拄则有讲到吼，即个较早吼有放伫即个白话字即个台语文网站吼，有超过20档吼。啊，较无彩就是即马迄个网站吼，因为一寡安全性的问题吼，所以已经关起来。啊，毋过吼，咱即马即个网站顶悬吼，嘛是会当来敲找吼，所以你若像拄则咱之前有讲到吼，狗吼，你嘛会当伫咱的即个网站倒手柄顶悬遮吼，遮有一个写一个要找啥吼，你遮嘛会当拍狗吼，看你要拍汉字还是要拍白话字拢会当吼。比如讲咱来拍汉字起哩吼，你遮嘛会当看着讲倒一篇文章内底吼出现着狗诶。所以遮内底嘛拢会当直接找着，这嘛做利便。好，啊，遮内底俗语吼，咱嘛有一寡重点的资料吼，嘛有扣迄个适应吼，伫找台语内底吼，网站书店内底嘛会当找着，就会当直接连来到遮会当看。哦，所以这嘛会当欢迎大家做伙来利用。好，啊，咱刷来吼，就要请咱医生吼来小解。这内底内容吼，咱拄则讲诚济内底迄个经过吼，不过上重点的就是要来小解这内底内容。吼，咱这是头一个网站吼，第一册啊，咱其他的网站嘛，有原伫遮吼，拄则有讲过吼，你嘛会当为这所在吼去看第二册、第三册的网站吼，这做感谢咱医生吼，甲原本的迄个有出版的遐个册吼，搁定。整理吼，啊，佮公开互大家随时拢会当上网就会当看吼，拢无暗砍的吼，嘛免费互大家去看遮个资料。啊，佮来就是讲，这内底资料吼，咱全部拢有整理做吼，无共款的迄个目录吼，啊，佮有放注解吼，像这内底吼，咱看会着。逐篇内底吼，拢有即个俗语吼，到底是即句话安怎讲吼？啊，咱嘛拢有教白话字伫下底吼，互恁互大家较好读吼。啊，过来下底就是有教一篇散文，吼，你就当读即个散文内底去了解讲，即句话到底是啥物音段啊，是讲要安怎讲啊？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吼？等等啊。啊，下底嘛，佮有教注解，互大家佮了解。一寡可能意思的部分吼，无啥确定，迄到底是啥物意思吼？遮嘛拢有加注解当看。啊，我感觉上要紧的，就是讲咱即届即个线顶的即几个网站吼，毋若是讲加数位化尔，就是像拄则讲的，佮有一寡文字吼，文字的所在有整理，过来就是大致先佮有拨遮侪时间内底的内容，佮有时间也佮有改写，就是甲原本出版的册内容会佮较无共，就是这个物件佮达不时佮有咧进步就对啊。所以线顶的网站的资料吼，咱未来吼嘛会佮继续校对吼，是讲调整内底文字，互大家佮较好读，所以这内底内容吼，若大家有趣味，拢会使尽量起来这个网站。嘛真方便，这顶悬拢会当直接敲出内底内容。好，啊，咱刷来就要邀请赖医生吼，佮甲咱小解即个内底内容有啥物款的资料，经几篇来甲大家分享者。安尼，请赖医生。好，未介绍俗语进前吼，我先念一段迄个李教授写的诗，母语的灵芳在地声哨，上尾段迄啊吼，我念互大家听，看伊安怎甲解说这物件，甲我学落这物件吼。讲论真吼，平地兄表面上虽然是咧讨论台湾俗语，但是目睭金的人拢知影，伊是照着俗语咧发挥伊的思想甲智慧。头起先，咱会感受到伊迄种对台湾有花有目屎的心情，迄种望台湾早一日建立主体性的期待，这做一个台湾囡仔
做一个声声句句要抢救无语的基层老师，是上基本的出发点。这平地兄肖老师，互咱一个真平实的模范甲希望。另外，平地兄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5岁杂识的社会动态。每每角角的人生世事，拢伫伊内渐渐却不失温柔的笔下，展现出值得咱进一步思考问题意识。这甲现代其他有心的文学家、文学书写同款，拢有历史见证的价值。最后，平地兄的台语书写，这是伊这本册显明的所在。上大特色就是尽量将咱台语特有的思虑甲用法记录落来。除了俗语本身无话讲的水以外，伊嘛真拍拼写出会当甲俗语水准相当的话语，所以整个看起来，这本册说明书是提供予咱台语未成年长的少年家一个承载人物母语的机会，伊的教育意义非常的深。总而言之，平地兄这本册伫创作的过程中，我是第一个读者，内心早就有真深的感动。这摆册买出来，伊叫我讲几句话，我就将这段言言简单几句报告一下，并将内心的感动，搁再讲一遍。平地兄，你所展现的，真正就是母语的灵芳。在地的声哨，1998 11月初10伫府城，李兴昌教授写。这是尾啊段啦吼，各位若想要看迄个吼，来这网站内底有吼，全部吼嘛通过参考一下吼。我感觉伊安尼甲我鼓励吼，真正。真感动啦！这250签吼，每签伊拢有看过，伊才敢甲背书啦哈。我嘛可惜讲，惊人讲我惊巴咧，教授要甲背书，我若唔敢写哈。过来吼，我念一句吼，网站内底无的啦吼，网站内底无的，就是册内底后壁吼，迄阵阮有伫 email 吼来回吼有做一寡交谈吼我迄阵我嘛算讲真介意阮交谈这个经过吼，我捡一寡吼，放伫这本册后壁吼我内底写是写讲师傅甲师会交陪啦吼我私底下。我称呼李兴昌教授，我拢称伊是师傅啦，师傅虽然我无伫课程中甲伊上课但是伊安尼甲牵成算起来讲台湾界内底甲牵成上济因直接，就是李兴昌教授250工牵成我写250签每一签伊拢看过，拢甲背书有需要改的所在才甲我讲这内底来，我来看一个伊的写的批啦吼，伊有写一个批讲广告一个啦吼，明仔载阮彰化八武扎田中的肖平地老师开始要甲咱斗做咸酸甜吼，伊选的料甲五年的功夫，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请大家期待。神煞食好斗相报，迄阵你就叫我写啦，我讲好啦，惨啦，安尼甲学落安尼吼，
互我呢，感觉讲买水大，买水就要翘起来吼，就真认真，就听迄话就认写吼。这是1997年6月12日写啦吼。过来吼，伊就搁写一个讲，实在真多谢你半工来做咸酸甜，才互这个间柑仔店吼免吊顶。我甲人编的册，还袂用好势啦吼，拢红入甲吼，强要走无路啦，所以暂时嘛是着爱靠劳烦你加做歌啦。迄阵就开始咧甲我请吼，放互我歌安尼。这是6月12了后，9月初4写啦吼。我甲回啦，讲师傅啊，甘心的是你啦。为咱为台湾的自尊啦，台湾文化资料馆开甲遮大间，毋知用去你偌济心血吼，互学生感动甲无对你行袂煞哩啦。感谢是师啊工，招啦是半年的学习磨练吼，毋知有进步无？家己毋敢话声讲好歹啦吼，嘛毋敢话艰苦啦，总是师傅会鼓励伫心内。人毋做诶，咱跳起来做。这是师傅甲我教讲，人毋做，咱跳起来做诶吼。佫是师傅一直敢甲文章一篇一篇打出来，那学生敢无骨力拍拼吼。休困半个月，元宵后才过来吼。要转来彰化过年，敢有时间来田中佚佗，找4、5啊，若有时间。约一个地点，学生来甲你载，祝过年顺遂，年年春，满面春风，合家平安。师啊，小垃圾。这部分我就讲到这吼，后壁还有一寡吼，这内底若是有一个吼，伊讲，平弟兄真甲你甘心，都要过年啊，还佫互你无闲，算起来你已经写半年啊，实在真无简单，效果嘛一直咧出来。清华研究所有一位学生做民间文学的题目，逐日都咧看你的出头。另外有一位正义的学生嘛，捌留过话，我将伊的话copy点下底，请你过目。我是正义中文系学生，这学期才拄考过台湾俗语，林慕贤老师上课足趣味的。我若是早一点来，伊这用华语写啦吼，我若较早来遮吼，就会当伫课堂来问老师卖语啦吼，做卖菜啦吼，无定着吼，还会咧问伊袂晓安尼，可惜伤慢啊啦吼。这是真好的一个所在哦，我会小解较侪同学来遮看吼，正义中学的学生非常适合来这个网站过来就是我甲阮师傅讲的啦吼，永安台北发生学院院长啦，迄阵院长啦，吴松田啦，我是中师的同窗的啦，打电话来互我啦，讲教育部发出一件公文啦，为着要奖励对汉语文学著作教学推广工作者鼓励，有一个奖励办法。伊知影我咧做台文的工课，所以鼓励我申请。目前我是无去想过这项代志，毋过嘛着甲师傅讲一声，互你知影有这个消息。听讲奖金算成10万的哦，我甲教授讲这个消息啦吼，结果教授回我话讲，我想吼你会使去参加啦，
咸酸猪已经业绩遐济啊，免客气，甲申请落去，祝你马到成功，马到成功吼，马到成功吼，啊，这是1998 3月70啊。啊，过来还有一篇吼，就是讲1998 7月20，李兴昌教授伫台湾文学资料馆的公布，各位师长兼换贴的朋友、弟兄，大家平安。休热期间，规日热甲强买互鬼掠去，看烧腊日，还阁为咱大粒官、小粒官无咸酸甜，实在不忍心。所以为着买互肖老师休一个喘，下几杯凉。对今仔日开始，咸酸甜暂时要来甲 stop 一个，请大家8、9月啊，较秋晴的时阵，则个无气炎破腹来交陪，多谢大家。好，我遮就念到遮为止，哦，多谢大家。多谢咱你先吼，即个册顶馆的文章吼。谢谢。对。啊，咱煞来吼，就咱你先你讲有要分享即个甲李延昌教授的即个过程。哈？甲李延昌教授的过程。有啊，我拄则念就是这。这内底有哦。我不记得讲了，这有讲。安请大家看就好啊啦吼。这我讲过啦吼。其他吼，若无诶吼，咱则过来补起。咱刷来吼，这来念咸酸甜啦。对。咱刷来吼，就要邀请咱你先吼，甲咱分享即个俗语诶内容吼。咱请咱你先来拣几篇啊，来甲大家讲一下好无？现在拣啦。后来第一篇啊，这我写的第一篇啦吼。迄阵开始写的时阵啊，李教授就是用数字先叫我写甲数字有关联的啦。所以第一篇我就写一年山栽，3年徛黄。哦，一年吼就是刷树仔栽啦，讲一年迄树仔种大丛啊，对无吼？啊，要刷别位种的时阵啊。要刷别位种，你就爱个为涂骹甲头扭起来，扭起来时阵要换位吼，迄根一定爱斩刮掉嘛，无迄根旋足宽啊，所以一定爱斩一寡根掉吼，然后连一寡土去新的所在，再搁甲种落，种落了后，哇，伊开始爱搁再补新的根开始去吸收营养哦。迄阵咧刷栽的时阵吼，迄树尾吼嘛爱记寡条，树会落真济条哦。当然无法度那规丛安尼规丛好好安尼甲刷过，无法度，因为爱运搬嘛，所以吼树根爱长寡条，树尾较无重要，爱长寡条哦。树根嘛落真济，则刷过了后，则开始搁再压水哦，含土压水。可能有工夫下肥料啥吼，伊就爱搁慢慢吸收营养，所以第3冬内底吼，迄丛树要搁恢复吼，爱经过3冬，伫这3冬内底，伊就是徛咧，就黄酸安尼啦，就是像要死去安尼，因为叶仔未黄嘛，这互我想到讲，原厝后壁。有一丛足大丛，超过100年的，迄个山啊吼，南洋山啊，足大丛的。伫迄个20多年前，有一摆都为因风台吼，为这个落水溪靠西平面遐变化起来，都透过阮遮，迄风足大，甲迄丛山啊吼拍断位。迄个位拍断几啊位，
但是迄丛山足大丛啊，拍断画了后，哇，面顶个画哦，看起来就无遐旺啊。结果哦，经过超20年，我甲观察超过20年，伊迄个树画佫再旺起来，树画佫旺起来，才佫恢复，就是经过20年才佫恢复原来安尼。所以，互我去想到，即个一年山栽3年强，即种情形。我用即个一年山栽3年强开始去思考讲，国校教育内底吼较早阮囡仔时代读册的时阵，爸母大部分的爸母啦吼，拢庄脚人嘛，就无咧重视无重视囡仔读册啦。会读做你读，袂读你就嘛做你佚佗无要紧哦，无人真关心啦。哦，但是甲即摆来吼无共款啊。哦，即摆来逐个做爸母的人为着囝，哦，有诶拢会去选老师啦。哦，有诶人即间学校毋好啦，敬表记神嘛，知影学校内底会弱点哦，就嫌即间学校毋好，就去选隔壁学校，哦，选搭一间较好诶安尼，哦，所以互我有一种感想哦，写即篇文章安尼吼，你请大家来做伙听我念看觅来看看安怎写吼。40多年前，伫国民学校读册时，每日放学回来到厝里，厝边隔壁的4、5个囡仔伴，随时招来，有诶搬椅条，有诶举椅头大家客做一伙，创啥？写字讲，就是大家客要做写字啦。吼，迄阵后家己也无册桌嘛，所以用椅头厝咧就写，写无一大久有人开始坐袂牢伊妙说，搬过来刷过去，心情大兴，想要佚佗这个时阵叫阮阿姆看到，又搁在刷手真正搬手家母生无两，要写较紧写，要佚佗写了才去佚佗。普通大部分人讲佚佗啦吼，阮遮就阮讲佚佗即摆爸母对囝的教育非常注重，应该是好现象。毋过有寡家长实在关心过度，选老师，随囡仔去补习，这是平常事啦，大家全拢有咧做诶。换班级调学校，就较过分你甲想看觅咧，一个正10岁、10外岁囡仔仔，哪会堪你一刷两刷？要熟悉新老师、新同学，要适应新的环境，真正是人生疏地头又搁无熟，要哪静落心来读册呢？奉劝做人爸母，听囝着站杂，除非不得已，上好是莫随便超切。你无听人咧讲，一年山栽3年强，实在值得三思。所以个囡仔刷来刷去，不一定较赢啦。但是有当时讲起讲做家长诶，家己学区内学校拢看唔见伊看到诶，好诶看无到，看到歹诶所以人讲敬表其神啥物马祖行外乡这就是人诶心理啦事当时我写这咸酸甜的时阵，我有足功夫拢是惊人看无，所以我每一签后壁我拢有注解注解咱来看注解，我安怎注解医疗，有人讲医疗阮讲有人讲医疗阮讲医疗我用阮这腔口就是长迄种诶这伫迄个座谈人博物馆内底我嘛有介绍到牙就是搬牙医
啊，有人讲这个野甲牙无共款，吼，野甲牙，就是讲牙烟笔讲做野，吼，啊若牙低头讲做牙，国重啊做牙，啊轻啊做野，啊，阮遮是无分啦，我拢讲牙，吼，啊，伊头啊就是小只椅啊啦，吼，无平诶啦，吼，一般讲诶属于无平诶迄种诶椅头啊，吼，啊。啊，客去做伙就是客做伙啦，啊，逐个要医疗内底两个人写拄好拄好三个，所以逐个小客吼。写字工吼，啊，即摆囡仔来讲哦，写字说吼，即摆用华语讲诶，有人讲啊，做什么写字说吼，这个写字说就是对写字工吼，迄尾仔讲是尾仔音啦吼，字尾啦吼，一搭句啊吼，一搭句啊。坐袂调吼，啊，担遐吼，心思不安定啦吼，刷收即是收吼，应该毋对啦吼，而且应该即是收爱改吼，即是收甲咱的家母刷收的收，完全无共款意思啦。但是足侪人拢用即是收啦吼，啊，伊内底本身的意思甲鸟仔收的收无共意思啦吼，啊，这主要爱个改吼，有歌就是有歌吼，正十就是将近啊，正十个就即要10个啊吼，啊，囡仔知就是囡仔啦，囡仔知吼，啊，想实在囡仔知，哪会堪你就是未堪你的意思吼，啊，生分有人讲青分啦吼，青分生分拢有人讲吼，站十就是爱有节制吼，卖就是哦，我都假如我用华语吼。啊，挑剔就是啊，做一个代志，小啊变动一个吼，小啊重新安排，或者啊挑剔啦吼，啊徛毋着徛咧一直讲，一直威气就对啦吼，一直伫练气啊，就徛毋好。来，咱来个看第二篇，我啉一注水茶。一个某开啊三个天公座，或者是俗语啦吼，啊，敢若听到即句俗语，人就爽啦吼。当人两性平等的观念实在赞啦，哦，这古早就有这种观念嘛吼。咱祖先的智慧确实high class 吼，高级啦吼。男女平权的思想到打20世纪尾今仔日，伊沿着社会工作者大声话、细声忧，才有淡薄仔进展。回头看咱祖先，毋知伫偌久进前都安尼伫讲啊，一个某拍赢3个天公座，你看敢毋是偌尔尊重着理性的？红木结连。有人讲是经是收来的，啊，我讲男女结婚实在是一个合股的有限公司，这我个人的看法啦吼。经是收来的姻缘爱保守，合股的公司就爱互相尊重。婚姻美满是福气，红某未合，人果是前世人相欠债。就较吞论咧，求神拜佛会保庇咱平安过日，总是这敢若是求一个心安尔尔。现实的生活嘛是着过，要安怎过？出外拍拼的艰难，莫讲。但个厝内的查甫人啊，三顿倒枵的时阵，八倒枵的时阵，啥物人款互你食？衫裤垃圾食家己洗，较歹运当着辛苦病痛，也是食老未补土豆的时，伫对伫你身躯边的人是谁？哦，是谁？哦，有人讲是谁啦吼，啊，其实阮拢讲是食啦吼，啊，就是讲我才谁啦吼，敢毋是你迄个阿某啊？一个某拍赢3个天公座。
咱祖先教咱的道理，确实是真理。哦，而且这个一个某看呀三天工作，可能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啦吼。有听人讲啦，就是讲较早吼，啥物咧，登山公吼，登山过台湾啦吼，啥物来台湾要娶某吼，无某通娶啦，所以呢，娶一个某吼，就开啊三个天空，有人有这种讲法啦。我的想法较无共款啦吼。登山公，登山公咱咧在地马，其实阮的祖公是在地公，嘛在地马，阮无迄登山公啦，阮无登山公。迄登山公吼是应该是甲前尾道光年代倒位才有迄中国人吼头过来台湾，也是过来台湾做生意做了定居伫台湾吼，是对迄阵的官员过来吼，无转去的吼。但是阮的祖先伫台湾有历史的有文字的历史，我已经有300担吼。所以阮的祖先，阮的祖先祖公祖妈拢是在地人，甲中国不，我的想法就是甲中国无关联啦吼。看注解一下。干那吼，这个干那，阮的这个那吼，我是第7声啦吼。但是大部分的人写第1声干那，我就直接都干那这个我就一直要甲变做讲拢第1声我变袂过，所以我维持我的第7声干那吼。赞啦吼，化甲休就共款啦，化甲休是休佫比化。较大化一般来讲，化是特别头前嘛吼，特别头前叫做化。人若离较远的时阵，爱用休的所以化甲休虽然讲大声咧叫无毋对，但是化是人伫面头前，咱用化。但是人若离咱几公尺以外，可能10公尺、20公尺，甚至50公尺、100公尺以外，迄个时阵。你毋敢化咧，爱用休的干声，干声。挖头就是头壳挖过呢，毋是挖，甲贵阳书挖过的无共吼。昆仑就是啉奶，昆仑毋是啉吼，这摆人讲啉奶吼，其实润啦吼，润，我无咧润你，无咧，我惊你啦，无咧润，我润你啦，毋是惊你啦，倒腰就是把倒腰会简单讲法啦，倒腰款就是准备吼，垃圾毋是粪扫诶，垃圾就是阿渣啦，阿渣欧洲吼，垃圾样式无细安尼吼，即阮遮诶口口吼，阮讲食吼，拄则有诶写，我写水啦吼，若姓高诶人拢讲。水啦，去水，即我讲得较袂好势。过来换，一某无人知，两某下世代，一人一某无人讲，一翁两某下祖公，这就是讲起来讲，带大某小姨啦，太用加讲话啦吼，自当时我住诶所在吼，嘛几个带大某小姨，准备隔壁头嘛咧回迄人代志安尼吼，所以较毋好啦吼。但是古早时代这确实较普遍啦吼。这篇莫念啦，来念别篇较趣味诶。来，一间墙这个咧讲博缴啦吼。一间墙，二间富，这是爱读到富，毋是富，这是叫做墙，一间墙，二间富，三间起大厝，四间走袂富，这是咧讲博缴的啦吼，讲博缴讲第一间咧博的时阵就也无啥钱啊，忙博，结果博赢缴。
哦，啊，愈博愈大，哦，赢甲足济通啊，买厝啊，合厝啊，结果吼，还未满足，佫继续博，哦，啊，博到死间，哎呀，趁古早袂离啊，这就是讲啊，凶性博缴的人哦，啊。这足歹讲啊！我袂晓博缴啦，但是我囡仔吼，我囡仔博缴的生活吼，我足敖诶。但是我甲人博钱，我足不爱啊，因为哦，博钱吼，啊熟悉人吼，啊赢熟悉人无意思啦吼，啊若无熟悉吼，啊毋若对方是嫌嘛好吼，定可买吼，啊若伫交情内底，啊我买迄互怪气诶人满世界啦吼，所以毋好啦吼。啊，我念看法来吼，有人安尼讲，博缴人上亲啦，实在互人袂相信。你爱我的孙中山，我要伫你的新台北，哪有可能会亲呢？毋有影呢。我亲目看到，阮厝边隔壁哦，时常哦，规个朋友啊，招的，啊，就要去博麻将。哦，挺好哦，啊，这啊，博啦，啊，食赢食输，啊，才倒来回，才倒啊，有诶，才倒来搁来干两船，啊，后诶，搁少的嘛是搁博，迄奇怪诶，即我这什么心理，我无啥清楚啦吼。阿明，你是走对场，好康啊，玻璃斋行，阿因遐大家咧等你，啊，看因两人花头喜面，我入阿因厝内。今仔日手球到歹，都要自摸啊！哪知又搁互你搞去？好啊，好啦，好啊，莫杂啊！明仔载再过来，行，来去拾一杯啊！我请，原来因的输赢无大啦，300-500块啊，就以规包久啊，算笑尔呢，算笑啊尔啦。无跋真有做，跋了算身体会闪着腰只骨，讲卫生实在是无正经啦。吼，虽然讲也输赢无济吼，啊，但是吼不调咧吼，总是毋好啦吼。啊，另外一种是跋大脚诶，输赢算万是小客事，若当着军缴诶，你着一件强，一件强，二件富，三件起大厝，啊，四件走袂赴。安怎讲？人早就套好好啊，三人跋你一骹，较强嘛爱倒，边仔也有人，可能是别人，嘛有可能是你朋友，因助你打头，学了你好开口啊，暗头啊放互你赢，刷落去小可甲你调互你起空，再搁放互你爽，互你赢甲甜蜜蜜，上尾啊，才互你拗住，现金输了，机票搁摕起来开，心狂火倒，结果如何？脱裤走袂离，叫苦。你敢捌听人安尼讲？哦，我相信有个人捌听过吼，啊，红军迄个做军教啦吼，所以啊，教场吼，上好毋好啦，但是毋好有个人就是最好爱博无法度吼，真济真济人就是安尼啊，看了了，食了了，爱输了了，吼，后来注解看法咧，博教人啊吼，就是教导啦，吼，教导吼我能够博教人。相亲就是相亲切啦，走对场啦，我就是唱去倒位啦，去倒位啦吼。阿欣遐就是阿欣因兜啦，阿欣是一个人名吼，我号的一个人名。阿欣遐就是阿欣因兜吼，月入就是月的入去，唔是月头吼，这是月入吼。啊，搞啊，好的，搞去。
哦，教去互教去啊啦，就是我摆拍出来了后，啊，人讲我教啊，去互教去啦吼，敢若安尼遮咧，用煞看无吼，啊，莫插伊啦吼，莫插啦，莫插啊，歹势，莫插，就是，哦，低估啦吼，莫插啊吼，小可10粒的意思啦吼，莫对啊10叫啦吼，莫对啊10粒吼，烧一杯啊，就是拍一杯啊吼，啉一杯啊，伊规煲啦吼，就像规煲久啊吼，生笑尔，就是跋算尔啦，跋生笑的吼，就是讲迄个钱额无真济啦，输赢无妨害着伊的经济啦吼，所以因讲生笑啦，跋大轿就是大。无较大吼，小客数就小意思啦吼，棍脚诶，就是一般讲来讲，都华语讲都郎中啦吼，强吼，真强吼，好开口吼，好开口就运气好啦吼，雕就是甲你雕就是讲无放互你顺安尼吼，吊胃口啦吼，吊胃口，气空发光，甜不不互你食着甜，食着甜，尾仔才互你食着甜，食着甜，先互你食甜，尾仔才互你食着甜，食着甜啦，开始啊吼，澳洲就是用这个拍球的比赛吼，澳洲就是介外吼，走出介外吼，星光会斗吼。搁一篇，这句人有诶讲都言语啦吼，言语就是讲比较讲起来讲较科学诶吼，较科学诶古早时代用这句来教咱人捌一个月是内底月年的情形吼，看月就知影讲今日差不多旧历当时安尼吼，初三时吼，初三初四，其实爱讲旧历啦，太阴历啦吼，农民历啦，月卖就是月卖啦吼，目卖月啦吼，月卖15日就是月当年啦吼，23时，这个爱读23时啦吼，这个爱读到23时，23、24，就是无月啊啦吼，月暗暝。这内底我较用自然科学的一种解说啦吼。我对自然科，我本来对科学部分吼嘛真趣味啦，可惜吼读无真关切吼，所以捌的吼较有限，但是伫小学内底甲囡仔解说吼，大概要算会通啦吼。要算会通，然后课本读看吼，来解说我要算会通啦。教过国小自然科的老师哦，拢有这种经验啦吼。要教互学生了解天顶星球运行的规则吼，是一项真无简单的工课啦。干那教一个月光月暗的变化就好，第时看会到月霾第时会出半月。第时会月上圆，台顶老师讲甲喉打喙渴，学生囡仔大部分游玩唔知，讲也无怪啦。日头、月亮、地球的天体运行，本正就是一种三度空间的关联。唔是2度空间啦，是3度空间。要讲袂出车，要记佫记袂好势，要搭记。规气用画诶，愈画愈花，愈画愈看无。除非你是迄种专门诶老师，你才有法度通伫黑板内底画甲足起来。
一个小学老师，我相信要画到安尼无简单啊连老师都讲到无煞煞，囡仔尾哪会听有啦？即摆教学较进步，较重这观察，重实验，所以老师拢会指导学生做长期观察月亮的变化。月测的月出现伫倒，什么形的？月中呢？月食圆的时阵是伫倒一天，拢爱详细记录，有影比较早较科学。毋过好是好，做起来则知无简单。你著知，台湾的天顶时常都乌杂杂，你是要看的，看会到日头都无逐工有的，暗茫逐暗，要天清，免想啦，讲听无，要观察看无月亮。考试要安怎？要安怎？月考总是爱考啊，所以煞咧，煞咧，月考总是爱考啊。参考书杀出来读，铁公馆本来去练，暗念暗记，袂晓背甲会晓，管台有了解无了解，满分较要紧。考试100分，老师甲我教，囡仔甲我读，爸母有面子，就是校长、主任，甲迄个出版社头家嘛欢喜惨呢。哩哩啰啰讲遮济，要创啥？其实是要甲恁小解一句咱祖公留落来智慧。初三是过拜二，15过长圆，23是过暗暝。请你甲念一遍，搁念一遍，包你一生记条条，永远袂假老。拢记你，好听好记，搁押韵，真正1减2个蒙拉减4块。尾仔搁插一个花仔，你嘛会使你插一句：黑七八，月半圆，斗惨咧。安尼教囡仔念10分钟，较赢读参考书2点钟，敢有影？即看嘛来你就知。这是甲月亮、日头、地球3度空间尔你若要过来讲着这个地球射日头，月安怎？月会射地球安怎射？迄就变做4度空间啊！迄个又搁较歹啊！所以自然科内底要教实在是有影无简单啦吼！但是有当时咱就拢重考试嘛。其实即你若有在教，教囡仔了解免考试嘛无要紧啦。因为囡仔了解，伊若普通小知影就是较赢你还去教唔到伊即阵知影一半听甲初中高中甚至读大学时，迄阵你可能会更较了解所以咱有当时为着考试干那为着分数安尼，即种教育实在是无落实啦，无啥好啦但是做老师实在嘛是有影真有伊苦情啦。你若无安尼做，人讲你老师笨惰老师袂晓教好来，我说这个解释我看莫搁解释来看，3条桥毋搭1粒球，来看这较世俗的一种讲法但是嘛是反映着咱的世俗人生内底所讲笑贫无笑枪3条桥毋搭1粒球，球就是红皮菜，
哦，蕎就是红皮菜啊，这是蕎，有人讲红皮菜，啊，毋是过桥的桥，啊，蕎，咱若是讲，咱两个是蕎的意思，就是讲咱两个同名的，哦，我也做垃圾，你嘛也做垃圾，咱两个是蕎的，哦，啊，你也做虾米，我嘛做虾米，啊，咱两个是蕎的，哦，同名，同个名啦，吼，啊，啊，若是讲蛤蟆类的，哦，就分蕎，啊，蕎杯，啊，拢是双壳杯，哦，两个壳的，毋是梨啦，那一界是叫做梨，啊，两界叫做蕎，哦，杯。啊，蕎红皮菜生做一条长长，啊，世俗人有当时啊，甲这比论个查甫啊，哦，查甫的会计死，吼，啊，蕎啊用来比论是查某的，哦，这一般的人大概拢听有啦，吼，就是讲查某人的自摆啦，吼，啊，嘛讲蕎杯啦，吼，啊，即句的意思就是讲三个查甫人较输一个查某人的意思啦。伫笑贫无笑娼的社会，熬趁钱就是互人嫌善。管台之财是安怎趁来？莫怪三个查甫人趁钱趁输一个查某人，就互人惊体讲三条桥值一粒牛。哎，个继续。这是无下时势俗语哦。现代人职业无贵贱，流落风尘趁食有伊的不得已，咱唔通凊彩用即句三条桥毋值一条牛的俗语来讲批评哦。所以伫遮这是过去的一种世俗人生内底所产生出来的俗语，咱知影就好。啊，唔通单单挂伫嘴来讲笑，来讲批评啊。其实风尘女吼，嘛有伊真正不得已的所在吼啊，这是有影真歹讲啊吼。批评就是恶意的批评，蛤蟆吼，就是牛啦吼，嘛讲分牛啦，好来刷的。老先生，咱来看迄个第二册，好无？好，我换第二册部分。你劳烦老先生。好，为三尖六角，角角会相安。人生两蕊目睭，买互看较济；生两家耳仔，爱人斟酌听。但生一支喙，就是经过人唔通凊彩讲话，黑白转，黑白提，因为病为喙入，无对出血。有作家人就受口业，欺骗话袂使讲，弄到相加的言语不可说，花言巧语心无正，恶言恶语先唔通。讲是安尼讲，煞要做讲是安尼讲，要做到，那毋是点然啊有修养的人，定定都会犯错，因为话三尖六角，角角会伤人，
讲歹听话，讲气话，拢是无经过思考，无经过时日，嘴快，讲会出嘴，讲会欢喜就好。这款话自然三尖六角，自然会伤人，伤着人吼。来说咧，前日啊，一位政府官员为着美国政治献金案，互列入访问名单，一时生气，骂人是猪，骂美国人无人会计较，骂新闻记者煞引起人拗笑，就是生气啦。猪是代表什么德行？大家心知肚明。当然，人唔放伊干休，记者界爱伊回失礼，若无要甲伊告到底，这就是话三尖六角，角角会伤人，上好的证明。目睭加看挂，耳孔听较清楚咧，袂使兼讲挂，生活自然清静。这故事我已经袂记哩啊，迄早前写的。后来话是讲，这我看这摆来讲话是方，字是庄，口业歹收，拢是因为教话国兴趣。人随梦诞生一支嘴，可惜嘴内有一块3寸长、无未烂的喙齿咧作怪。古早人相信头壳顶有神明，所以唔敢做歹，唔敢胡白讲话，惊死了后会受抽喙齿根的酷刑。即摆时代较文明。社会民主，人人自由。要指责人、干涉人、赖人、告人，一切重政治，保证合约、出席领钱，毋是填名，就是当囡仔。因为香口无凭，无证无据，是无法度甲人计较的。话是风，字是庄。立据为证，事例伫遮，有你的亲笔签名，还有当囡仔，要证是无可能。话是风，讲过无影无踪，你讲有，我讲无。说咧，来说咧，小证无采亏力。所以财产买袂到，会记你摕大师写字拍契约。话是风，字是庄，毋通叫是讲的无证据，就会使咧胡白讲。爱知影今仔日传播媒体的厉害，录音录影，你若有讲过，毋惊你反悔讲媒啊。话是风，经过录音录影。同款会使你变做字是庄，有讲就是有讲。话是风，字是庄，讲话写字毋通碰风，毋通胡白话胡白讲。讲话着写字，也别写字，嘛爱负责任。讲到这，所以咱是咧写俗语兼两字写一寡做人方面的文章咱用笔墨咧拍的时阵，拢爱经过大脑去思考无影无一只的物件，袂使胡白讲因为写咧，咱来家己甲这个文字，咱来做一寡，咱来做爱负责任万一我的文章内底若有毋对的所在，
请甲我讲，有可能我一时糊涂才去处理毋对嘛，无一定啦吼。请莫见怪，甲我讲，我才过来改进安尼吼。我会尽量负责任写我的文章来刷落。偷掠鸡骂着一百米，朋友的后生已经30外，为着娶某一直未快活，毋人小解10几个，无一个伊要去对看，因为即摆无咧流行这。朋友亲情小介绍，小介适合的查某囡仔，甲伊熟悉，叫因先做朋友行看觅咧，下下才来做亲结连理。安尼嘛是经过10几个，无较绝，毋是伊看袂上目，就是人无介意。为什么？看伊袂上目的，毋是歹，就是点志气。那会到迄款式人看伊无介意的原因伫倒位，无人知机。看伊一表人才，哪会遮尔无人气？经过老母一个球，一直问甲伊，问伊甲人约会的代志。就人去看电影，我请伊食点心，换伊出钱，尾人伊就安尼讲，下摆你毋免搁邀请，我无爱去。哎哟，戆囝诶！你若着遐寒酸，欠钱爱看款，要交查某朋友，袂使你遮当生。偷掠鸡嘛着一百米，敢讲你毋知影这道理，下摆着会记哩。甲查某囡仔出门，毋通互破费。偷掠鸡嘛着一百米，做任何代志拢共款，拢爱下本钱。空手是做袂成事业。另外，羊毛出伫羊身上，人若咧画俗货，买一送两，也是精品加减送，迄是生理人捌偷掠鸡嘛着一百米的道理。你着目睭八号金，毋通俗货食破鸡，就冤枉啊！迄是咧甲你骗的啦。来，煞咧。问神倒毋对，看医生着食药。问神倒毋对，看医生着食药，道理真浅显。教你毋通问神明，教你若有身躯病痛，一定去互医生看。有病着爱食药啊！神，毋管你是天神还是人神，大自然的造物者，咱要敬畏。在生为人，功德圆满，造福人类，嘛是值得咱尊敬。若是要问伊吉祥祸福，归去问家己，做人有照步来无？是好正，行得正，歹代志莫做，内心将
相存慈悲，好事做得来，自然众神保庇无败害。人若愚痴毋捌理，顶当着要问神明，问神问甲一支病，哪会食歹命？哪会袂顺时？是倒位走钟？是倒位犯冲？当然咯，一个当机，一个倒头，这毋拄好，遐爱煞位，小有保庇，拆纸送互伊去，红包我收起，无细字。哦，一个当机，一个倒头。医生要医人，有病就食药，啥人都知影，知影是知影，确实有人毋捌假捌，家己要做医生，若有病痛，便药啊食咧，都袂痛，敢有实在？人医学院读这当时咧创啥物？医学是万底深坑，讲来讲去，小老人嘛毋捌偌济道理，总是问神都有毋对。莫问上好啦，问落吼毋对一大拖啦。啊，看医生就食药，这句话是无错啦，吼。看医生就食药是无错啦，所以叫人毋通迷信啦。我说咧，因人较参欠人，日子过得真紧。顶礼拜二因为落大雨，算你老人捌二班听课一摆，一万年又过拜二，拄得食暗，准备要登去上课，凉，查某囝接个电话，喂，我知，爸，当你的小理事长叫你登去教册，伊惊你袂记得。因人较贪欠人，哪会使你袂记得咧？爸，你讲啥？因人较贪欠人，因人是欢喜甘愿的代志，欢喜要甲人斗骹手，答应要做人答应要做的工课，哪通放袂记咧？做人爱有信用。若做袂到，当初时就毋通应人，安尼听有无？欠人是不得已的代志，欠人钱、欠人人情，总是家己含慢，毋则着别人甲咱斗相共。欠人钱爱还，欠人情嘛爱找机会报答，这是人情义理。假使就是不便，也是无机会、无气力报答人的恩情，人总是会同情你。同情你含慢，毋是挑故意的。人言为信，有尊严的人，把信用看作比含慢善者还佫较贵重，毋则讲应人较参欠人。所以要应人，你家己要先自苦边，你做会到未？做会到才通应人。若做未到，毋好认猜，讲好啦，无问题啦。伊时间好到，讲有问题啊，安尼就歹势，就是无信用。过来。好，安尼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嘛倒啊嘿，今日可能就先分享到这。啊，因为吼，这内底资料吼嘛是共款足济吼，所以大家若有趣味吼，请大家做伙来这个网站顶悬来边看卖咧，来抄看卖。哦，就是拄则头家先有甲大家讲吼，这逐篇内底吼，毋若干若讲即个俗语尔吼，内底阁有写诚济咱即先诶迄个想法，也是讲即个甲即个俗语有相关诶代志。哦，啊，特别是像拄则有讲着吼，拄则嘛有一签吼写着吼，
有一寡俗语话吼，可能迄古早诶观念吼，甲现代较无下输吼，迄个垃圾先吼嘛真计较即个代志吼，就是感觉讲迄个有一寡观念吼较过时啊吼，可能咱现代咧看待遮个俗语诶时阵吼，爱较斟酌，爱较细致诶吼。这我感觉是垃圾先吼，特别伫即个俗语兼生典内底吼，拢有真要义诶所在。哦，所以大家咧看诶时阵吼，我感觉甲其他诚侪一款咧写俗语话诶遮个册吼，内底内容我感觉较无共诶所在，所以真推荐大家嘛来编看卖咧吼。拄则有小解大家吼，就是请大家去即个网站顶悬吼，萧平李先生诶作品集内底吼，咱拄则干若小看读几篇啊吼，就是即个第一册甲第二册诶内容。过来，阁有第三册，第四册是迄个前卫出版社即嘛有出版诶吼，嘛欢迎大家拨时间吼去读看卖。好，咱刷来时间吼，咱上尾吼，咱则阁来看迄个咱即个线顶诶迄个问题吼，来问问题进前吼，咱先互咱先生叫串者吼，佮请志定来甲大家分享即个咱台湾博览会相关诶活动甲消息吼。其实拄则内底有讲到一个迄个到台语叙述台语社诶迄个网站吼，迄个读册会吼。其实内底有一个俗语读册会，就是咧读咱即个台湾俗语兼生篇诶内容。所以若大家有趣味吼，欢迎报名做伙来读台湾俗语兼生篇，大家当做伙来讨论。安尼罗范弟弟。好，非常多谢拉迪森呢，佮有迄个吴丹林黑米吼，两位咱精彩诶分享吼。各位吼，咱今仔日来参加吼，咱是咱台文博览会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台文博览会吼，除了即个讲座吼，咱佮有办理济甲台语、台文推广还是小解相关诶课程，佮有活动吼。咱亲像咱今仔日个讲座以外吼，佮有即个咱全台语诶课程，还是线顶诶开讲会，佮有台文诶读册会。若有趣味吼，参加遮个活动吼，咱边仔有一个 QR code 吼，扫落去就会当找着咱遮相关诶资讯吼，也是讲咱伫咱线顶吼，迄个 Google 吼，甲找即个台文博览会，嘛会使找着遮相关诶活动课程资讯吼。好，咱即个月咧，除了咱今仔日即场讲座以外吼，咱昨已经结束啊吼，昨有即个台语开讲会，咱即个台语开讲会吼，非常适合讲咱即马现主时就是希望讲甲即个台语吼，会使捡倒来，还是讲找即个台语看诶，即个朋友吼，咱伫咧线顶有即个全台语诶即个聚会，咱2个月一斗吼，拢伫咧9月诶即个第3个拜六。咱固定暗时8点到10点，伫咧 YouTube 有即个聚会。咱即个聚会吼，伫咧 YouTube，毋是 YouTube，是咧是迄个 Google Meet， 伫咧 Google Meet 有即个聚会。咱即个伫 Google Meet 的聚会吼，就较无受到即个空间的限制吼。所以咱不管是伫咧海外，还是伫咧台湾倒一个县市吼，拢非常欢迎吼。咱9月第3个拜六吼，咱2个月一斗，会使来线顶来做伙甲阮开讲做朋友吼。开讲做朋友，咱即个开讲会吼，除了讲会使来遮开讲听大家来分享以外吼，咱这嘛非常欢迎吼，会使咱一个月固定，咱迄个逐摆吼拢固定有3%即个分享吼，这分享会使是讲咱的即个生活经验，还是讲家己的工课，还是讲有任何诶代志吼，想要来用台语讲的吼，拢非常欢迎这拢会使。来试看卖用台语来练习来讲吼，咱这只要你会晓听台语，还是讲想要来讲台语吼，拢非常欢迎当来报名。咱这全台语诶迄个线顶的一个聚会，台语开讲会吼，台语过生活。过来，大家今仔日来听的是即场即个台湾俗语兼生篇吼，台湾俗语兼生篇。咱明仔载阁有一场吼，迄个。台文加西面的即个
找迄个拍台语吼，拍台语输入法的即个讲座吼，拍台语输入法吼，咱这2个月，咱这逐个月办，咱这逐个月办的吼，咱这迄个逐个月第3个拜一咯，第3个拜一，第4个拜一，咱这逐个月办理的吼，咱这会针对即个台语的输入法，佮有台语的找台语书店吼，咱明仔载即场吼是针对输入法的，所以咱这非常欢迎无台语罗马语基础的朋友吼，拢会使来参加，拢会使来了解吼，咱这免扣钱的，免费的活动吼，这个讲师吼是咱迄个吴希美吼，希美先生吼，嘛是即个咱台文加西面即个企业的发起人，即个找台语的输入。找台语的即个书店，佮拍台语的输入法的即个创办人吴海美先生吼，要来甲咱讲即场讲座。明仔载8点，所以时间也有拄好诶，咱这现主持拢要有名额，拢要有名额。若时间有拄好诶吼，非常欢迎吼，咱QR code扫落去就当报名。好，咱今仔日即场讲座伫5月吼，咱正月到4月吼，咱即马嘛拢已经上线，拢已经伫咧咱 YouTube 顶头吼，拢已经看会到所以咱今仔日即场吼，若感觉袂歹，也是听有够开的吼，拢非常欢迎吼，会当甲咱的 YouTube 分享，互你的亲戚朋友吼。咱正月到4月伫咧网络顶管，咱伫咧咱的 YouTube 的频道拍即个台文博览会，拢找着咱遮相关的资讯。咱后一场吼，伫咧6月吼，后一场伫咧6月，时间是6月15吼，6月15个礼拜，是咱上尾场吼，顶半年度的上尾场，拉里森呢？迄个上尾场，咱要来讲萧冰李老师的台文册图吼。咱即个讲座吼，咱今年吼特别要小介2位咱非常重要的台文作家。头一位咱顶半年度萧冰林先生吼，咱后一个月上尾场。第2位吼就是咱杜信良，咱新生代的即个台文作家杜信良先生吼。咱即几档吼嘛拢有出版吼，出版伊的迄个小说，佮伊的诗集。咱下半年度就是要来带大家认捌吼，即个台文作家杜信良先生，为7月开始是即个杜信良先生。咱下个讲座吼是甲即个高雄文学馆斗阵办理的吼。咱已经连续4档为台语文学吼讲到台文作家吼。遮相关的讲座相关的内容吼，伫咧 YouTube 顶头拢看会到。所以有趣味的吼，咱迄个 YouTube 顶头。这个台文博览会，起落去，就拢会使看到遮相关的资讯。好，过来拄则讲到即个台文的台语的讲座吼，除了台文作家迄个讲座，佮有台文加西面的讲座吼，来体验拍手机用手机拍台语，佮有要安怎使用找台语书店吼。明仔载吼，明仔载要来讲即个拍台语，所摆吼，咱要毋知影输入法要安怎使用的，特别是无即个台语台文的基础的吼，嘛拢非常欢迎吼，会使来听下这拍台语吼，要安怎使用，咱这吴希美吼，台文加西面发起人吼，要来甲咱分享吼。好，咱除了讲座以外吼，咱讲座佮有即个开讲会以外吼，咱即个台文博览会吼，嘛有办理即个读册会。读册会有两款读册会，头一款是读的是汉乐的作品，所以你若有即个台文的基础吼，有台文的基础，咱非常欢迎会使来报名即个报名即个台湾文学读册会吼。咱这逐个月第2个拜4甲拜1，咱目前现主时咧读的是迄个陈明仁台语文学选，这已经特别读了吼，陈明仁台语文学选。另外吼，你若是已经有台语文即个基础已经有台语文的基础想要更加进步吼，咱非常推荐吼，会使来读即个专题话题的文献吼。咱逐礼拜三，每一个礼拜三吼，咱固定嘛伫咧线顶吼，即个找台语的读册会。若要有想要知影更较侪资讯吼，咱这 QR code 扫落去吼，咱拢会使看到相关的资讯吼。欢迎来做伙来甲咱读即个台文册除了读册会甲活动开讲会以外吼，咱阁有即个课程，咱阁有课程。咱上新一期的拄开的，这已经报名已经截止啊。咱拄开的是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加强班。咱除了即个全面台语认证加强班以外吼，咱阁有即个固定定期咧开的即个
罗马字的基础班，啊，有罗马字的进阶班吼。啊，这相关的课程资讯吼，拢非常欢迎吼，咱找咱台湾博览会吼，台湾博览会咱遮固定拢会放送相关的资讯吼，所以遮真侪这种活动课程的资讯啊，若无想要漏交吼，咱社交媒体平台吼，咱拍这台湾博览会拢会使固定甲咱针对吼，固定咱针对咱就拢会使知影讲遮课程的台语甲台语相关的活动啊、课程啊。的资讯，咱拢会固定伫咧咱的社交媒体平台顶头放送。除了顶管咱主办的活动以外，咱协会遮吼，都有甲即个咱的友社吼，唠台语随随的台语社，唠台语的随随的台语社联合办理即个读册会吼。咱拄则下面有讲到吼，即个绘本读册会吼，咱会使来读即个拉里森的吼，毋是小语读册会，反正来读即个拉里森的作品吼。啊，佮有咱除了即个小语读册会以外吼，佮有即个单瑞生的，啊，佮有单明人生的即个读册会吼。啊，所以咱其实即摆若想要用台语吼，想要找即个台语伴，还是想要有即个台语的环境吼，其实吼咱线顶有侪资源吼，啊嘛有像种侪活动啊、读册会啊，其实大家免惊找无所在，免惊找无所在，所以这相关的资讯吼，读册会若有趣味吼，咱会使咱Facebook 吼 ，Facebook 去即个唠台语随随的台语社吼，随随台语社，这都会使看到相关的资讯。这若想要报名参加吼，请就会使私信吼，即个Facebook 吼，唠台语随随台语社。以上讲到的这个活动吼，这个活动个课程吼，咱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去吼，即个 QR code 甲扫落去吼，拢会使看到咱的活动吼，有一个钟表，拢会使看到咱的活动。安尼吼，我今仔日放送先到遮吼，咱接续要甲大家有一个要甲大家互动吼，那日先咧要甲大家互动的时间吼，咱呢我就先甲时间吼，等于互咱的下面吼，还有咱那日先咧。多谢地点吼，咱这 YouTube 迄个下讲先吼，有两个友志有问问题吼，我来读者吼。头一个是迄个老台语随随台语社吼，伊讲请教咱日先台湾俗语检测典文章真侪押韵的句吼，请问是专工安排还是免特别思考自然就写会出来？请咱日先来回应。应该是真自然吧。我写的文章吼，我会记得陈伟生哦，捌甲我讲啦，捌甲讲啦，讲我写的文章哦，毋是押韵的问题啦，是节奏的问题啦，有台语开的节奏。所以伫迄个写的过程，当然我来去甲俗语以外内底其他的俗语啦，还是讲其他的句头吼，连做伙就变做产生有一种押韵、押字节奏的迄个，迄有诶是真自然的啦，毋是跳。你讲调工啊嘛小可有影啦，就是讲起来讲可能安尼写吼，感觉讲有较好听啦。但是尾过来吼，我慢慢吼，即摆咧写诶物件就较无特别去藏遐物件。较早较爱用俗语吼，还是讲一寡成语啦吼，较爱用安尼。即摆就感觉较无啊。即摆咧写大概，可能最近这10年来，我咧写文章内底，大概我较注重吼，就是咱生活台语要安怎甲伊写了有一个读起来，互人感觉有一个节奏感安尼。节奏甲押韵佫无共哦。节奏甲押韵小可无共。押韵是若要讲起来，较有一种诗歌迄种感觉啦吼。古早诗文的感觉啊。若节奏吼，应该是甲可能是甲手里用歌啊啥迄种诶，较有关系。这我无研究较深啦，要讲袂晓讲啦。但是我咧写诶时阵，就是有即种节奏就对啦。
多谢拉力先吼，这其实像拄则讲啦，陈瑞先，因为进前吼，有做伙读册的时阵吼，伊嘛有讲伊个作品内底咧写的时阵吼，像定定读册班会问讲，即句话是安怎要安尼写，是安怎无安尼写？伊的迄个回答就是讲，伊感觉即句话若安尼写吼，迄个 melody 才会出来，伊真计较即个。台语咧讲诶时阵，迄个 melody，迄无的确是讲有押韵，就是讲即句话我安尼讲起来，我感觉我要表达诶迄个情景，我较有法度写出来。所以我感觉这嘛是一个台语真特别诶，迄个特殊性的对啦。好啊，应该可能是安尼讲哦，台语音韵诶节奏性，台语音韵内底节奏性。甲一般诶押韵哦，较无啥同款啦。对。我感觉即部分可能嘛甲迄个句诶形吼有关系，还是讲你要取啥物意思来写诶时阵嘛有真大诶关系。这我感觉较少人去讨论，这我感觉嘛真值得，大家若有咧读迄个台语文学作品诶时阵，会当加思考寡遮诶问题。嘛真感谢即个老台语岁数台语社吼。提这个问题，伊拄则嘛有回应讲，自然的押韵吼有节奏，咬赞。另外一个有字吼，迄个比安卡吼，伊有留话讲，有一寡新的话语，亲像讲，听你咧唱歌，是用讲算笑的态度，你嫌对方讲的内容伤合。也是无下实际，这敢算是新的俗语？要请教拉力先。讲俗语，我是讲袂当讲俗语啦。俗语是应该是约定俗成吼，诚做诚久啊，大家拢一直安尼讲足久，四季拢有安尼讲啊。要来再来讲俗语，可能较会通啦。但是即句话应该若要讲起来讲，若经过20年、30年后，即句话也有人拢安尼讲，迄阵要来甲当作俗语，可能人较袂了包啦。你亲像讲，人嘛电视嘛时常听人讲吼，听你咧放风吹，种新的啦，新的一种句型出来吼，就是讲听你咧放臭屁，对无？伫公众电视内底吼，伫迄电视顶安尼公开讲，听你咧放臭屁，互感觉足粗俗诶，对无？所以甲转一句话讲，听你咧放风吹。我诶想法是安尼。多谢拉力先吼，我感觉俗语可能，若是像，捌听人讲诶，就是伊迄话语背后阁有一寡意思伫诶，就是可能甲咱生活当中诶一寡经验，嘛是讲智慧有关系，所以你讲迄句话诶时阵，可能背后阁有其他意思。我感觉迄个俗语会较深小可，毋是干那表面迄个文字，还是讲话语表面的迄意思。无安尼，创造俗语啊，俗语咪创造出来啊。俗语应该是大家拢有安尼讲，还是讲你讲了，大家拢知影讲迄句的话语，其实是背后是代表什么意思安尼？对啊。好，安尼真感谢大家吼，今日来参加即个拉力线吼，即个5月讲座吼。咱后个月阁有上尾场哦，上精彩吼。要来了解拉力线吼，其他伊诶作品哦，阁有诚侪线顶诶网站顶遮资料吼，迄个拉力线吼拢无暗看吼，无参报吼，就是请大家做伙来了解吼，做伙来看遮个资料吼，拢拢完全全部拢放伫线顶吼，网站顶悬吼。所以咱捡起咱今日看到遮吼，像咱顶两届讲座吼，即个台湾俗语鉴赏店迄个做菜人博物馆，甲今仔日讲诶
台湾俗语咸酸甜吼，还有兴我台湾照名等等这网站，还有其他遮拉日先生伊家己的一寡散文的作品嘛有放伫网站。当然，还有其他一寡教材影片等等的咱伫即个拄则看到迄个网站谢平李先生的作品集内底拢有请大家家己拨工先去编看卖咧。咱留上尾摆6月还有上尾场上精彩，要邀请咱日先来甲大家分享伊其他的作品。好，咱今日就真感谢咱日先拨工过来甲大家分享伊所写的这资料最精彩的作品这拢是咱台湾人的智慧。好佳哉咱日先有学台语文佫真捌遮的咱台湾人的宝贝甲遮的资料拢甲留落来嘛公开互大家做伙来读，做伙来学习。好，咱今日活动就先到遮若迄个进前若毋捌来参加，还是讲无听到进前头前4场的请去咱的 YouTube 顶悬迄个直播遐嘛拢有咱进前的讲座录影。咱今日的活动就先到遮感谢咱日先，咱日先感谢，甲大家小时间，多谢，咱先到遮，大平安。